大家好，今日會同大家講下旅行題嘅。去做呢啲題目呢，其實我可以有一個口訣去幫大家㗎喎。咁而家大家嚟睇一睇啦。咁究竟乜嘢叫做旅行題呢？呢度有個例子，我們一家到台灣旅行5天，在3月8日出發，在哪一天我們會回香港？呢度有個口訣介紹俾大家嘅。去旅行計當天，找出當天圈一圈，幾天旅行幾個圈，最後一圈回港天。好似頭先我提咁啦，因為佢話去台灣旅行5天嘅，咁我哋呢就可以將呢一個口訣改為5天旅行5個圈啦。然後望一望呢個月曆，呢個月曆係3月份嘅。咁我哋根據個口訣，我哋就開始做咯。第一句係去旅行計當天。首先我哋睇一睇，我哋去台灣旅行係邊一日出發嘅呢？係3月8日嘅。咁然後第二句口訣，找出當天圈一圈。咁我哋呢就喺個月曆裏邊揾翻3月8日圈住佢啦。然後第三句口訣，5天旅行5個圈。咁即係話我哋要畫5個圈咯。咁頭先已經畫咗1個圈噶啦，跟住第2個圈、第3個圈、第4個圈、第5個圈，好啦，圈咗5個圈咯。咁最後個口訣就係最後一圈回港天嘅。咁最後嗰個圈呢，就係3月12日嚟嘅。咁即係話個答案就會係3月12日我們回香港啦。咁呢一個口訣可以幫到啲乜嘢題目呢？除咗頭先去旅行呢種題目之外，畢業營、留院治療、離港工作、到親友家留宿，甚至乎回鄉探親都可以用嘅。咁下次做到呢啲題目，不妨用下呢一個口訣啦。